站那边吧？嗯，可能是那一堆人。啊，在那坐着呢。我还有个建议。哎呦，干啥呀？吓我一大跳。这就是你说的方正军啊？啊。哎，你是真不认识他还是假不认识他呀？这是新上任的副司令员方正军。副啥？新上任的基地副司令员方正军将军。哎，旅长也没跟你说，这次他是微服私访，还是有其他什么别的任务？这事玩大了。哎。进。营长，哎，你来的正好啊！我正在做下一步演习的预案，下一次演习一定把二营干掉。营长，干二营这事儿往后放一放。我先跟你说一个别的事儿。说。那个，在我们连里面体验生活的报社记者方振娟，你知道他实际上的职务吗？这我哪知道？旅长带的人，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就是你也实际上没看着过他那个证件是吧？我这不是多余吗？啊，我知道了，你们连又出幺蛾子了。好，我听。我们连啊也没有幺蛾子，是我们连队里边现在正在体验生活的报社记者方振军，人家实际上是咱们基地新上任的副司令员。办呀！你别不说话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啊？是吧？哎，我那天一见他，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你说这2天咱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这样，安全起见，咱让领导承认个错误吧。承认什么错误啊？你去找他承认错误，你就是没干什么事儿，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反正就记住了，一定不能把他的身份暴露出去。要我说，该怎么办怎么办？能咋的啊？还能一直在咱们连队不走了？这没几天的事儿了。老吕啊，老方现在哪儿呢？刚才我看着跟战士们在那聊天呢。聊天儿啊，完了，这帮新兵指不定跟领导聊出什么来的？走，咱俩去看一眼。别让这帮新兵那嘴松的跟棉裤腰似的，啥都说。我找趟我们班改善一下伙食，就这么办。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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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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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干嘛呢？歇会儿，哎呦呦，歇会儿，哎呦，歇会儿，写字，哎，这个手，方同志，您看您这是干嘛呢？你也不是年轻人，对吧？您呀，就是来部队体验一下生活，是吧？不能跟真正的兵在一起，对吧？您歇会儿，毕竟年纪跟他们不一样。那不行，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是来部队写东西的，写文章啊，就得跟活生人打交道，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东西来。整天关在屋里憋着，瞎编写出东西全是假的。是，连长到，你年龄事多，你忙你的吧，别以为我年龄大了照顾我没事儿。我告诉你，要拼起体力来，你没准还不如我。是，连吗？啊，李子梦是谢主任到。那个一会儿注意点啊，悠着点。有什么呀？下一个什么项目？引体向上。好，来。董班长，这里。哎，指导员，龙班，怎么了？龙班，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2天这个饭菜花样一定要再丰富一点，内容再多一点。指导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每天变着法的要让战士们吃饱喝好的。是，
这是谁又瞎提意见？我不是要给你探讨怎么吃的问题，也绝对不是有人给你提意见啊！你放心，我跟连长，我们代表连里跟你说，时间不长，就几天，你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饭菜啊，内容再丰富一点，花样再多一点，哪怕咱超点预算都没关系。谁走漏消息的？真没有，我们不敢。哎呀，这个吕征也是，总是多想。我是让他照顾老同志，没敢说您的真实身份。首长，您看现在军网更新的非常快，那上面有首长的照片，被战士们看到，很难免。您说呢？是啊，不能怨你们俩。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走。是。我跟你们两个交过实底了。我这次来，看新兵，看看连队，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儿，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你说。最近，国建军会有新的指示。哎，老艾，讲什么呢？没事儿。啊，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马上要离开了，但是真有点舍不得。是啊，这方副司令员要么不来，来了就是大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咱们和战士们到下个营盘吃饺子。谁能想到咱们227兵旅即将移防，和334作战保障旅来共同执行战略值班和演训任务啊！下面的工作怎么展开啊？新兵受衔，老兵复员，和移防战备有冲突吗？不冲突。我已经想清楚了，一切以移防为重，新兵受衔，老兵复员，从简。旅长，你这……你们先出去吧。是。旅长，唐报告。报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回去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都让你干回连长了，还有情绪啊？不是旅长，你说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兵，对吧？这么多年你打过了，骂你骂过了，我偶尔我脾气不好，老给你找点事儿，但是我努力哪地方不好了工作，你说我这事儿我不是常委，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老婆孩子现在全来了，你弟妹就在那等着我呢。你要跟我说一声，我就不在县城贷那款买那房子了。他眼看要过节了，你说我这全家一家人，我怎么跟我家里人交代啊？这事儿啊！我问你，咱们旅里有多少人1773个，有多少随军家属呢？百十来人。
我告诉你，一共是122人，其中干部49人，士官73人，一共是206个孩子，幼儿园88个，小学97个，中学21个，其中3人今年参加高考。旅长，我问你，这些兄弟们如何跟家属和孩子们交代啊？全中国只有你们家这个月过年吗？不是，旅长，我刚才有点乱，我没想明白，我现在呢？你怼我完，我就想啊，还需要怼你吗？不需要。还有困难吗？没有。回去吧。是。现接到上级命令，命令我们进行移防，我们要确保移防途中安全顺利，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加油，3，走！听从改革号令，紧跟时代步伐，火箭军第270旅整旅移防在2018年年初有序展开，全旅官兵携上千台装备依托铁路公路，分批次奔赴新的站位。陌生地域、陌生环境、陌生战场，对于这支先锋劲旅来说，既是一次深刻全面的考验，也是一次破茧再生的涅槃。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步骤，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也必将成为270旅战斗力跃升的一个新的时代起点。怎么了？这怎么都不吃饭了？行，既然大家都没吃饭，我就叨叨几句啊。同志们啊，今天啊是大年30，过春节了啊。哎呀，这往年啊，咱们部队啊特别的热闹，哎，每个连队啊最少都给出10几个节目，哎，那都不算完，甚至旅长和政委啊都给亲自上。可是今年呢，跟往年有些不同，啊，咱们今天这顿饭啊，准备的有些简单了，因为咱们的物资呢都已经运走了。炊事班的同志们能准备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倒想看看，今天有谁不想吃这顿饭啊？同志们。要移防了，啊！3营和6营已经开拔了。明天一大早，我们又离开老营区，机动1352公里，到达新的营区。咱们今天留下来的呀，都是刚授衔的新兵，还有一部分老兵。部队移防，啊！新兵们呢，可能感受不是那么强烈哈，但是老兵不同。3年、5年、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了。啊，过节了啊！不说那么多，我祝大家春节快乐！咋的呀？吱个声啊！
怎么连长讲话，大伙都没个动静啊？啊，不能这个事儿吗？来，有没有能带个头的？阖家欢乐，再接再厉，万事如意，多赚钱，满满元气，不满精神，天心，万家民保，有多敌，一鸣中军，挑战自我，突破极限，青春无悔，刻苦训练，征战有王，就抗战，保家卫国。在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如此的意料之外，感觉很奇妙。没有丰盛的饭菜，但觉着温暖；没有震天的鞭炮和暖心的话语，但又深深的被感动着。总之，胃口上的满足远不及精神上的顿悟。那一天，我知道了营盘对于一名军人的意义，明白了新老兵之间的不同。懂得了什么叫军令如山，更感受到了传承对于一支部队的意义。紧急集合！紧急集合！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紧急集合！紧急集合！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全部拉动，预计30分钟后进入待机库。我知道了。是。同志们，安雷要来，得欢迎啊！汇报移防情况，主力部队目前正在铁路机动，先头移防部队预计凌晨5点到达野外营区，预计早晨9点之前，全部移防人员和装备到达移防阵地。旅长，你看看这个。哎，什么任务啊？这么神秘，就这么几行字。只给了我们一个加密坐标，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说待机发射。挺狠啊！咱们的人员和装备都还没到，旅指挥部还在路上。又是红蓝军对抗，我看这个架势啊，不像。哼，实战当训练，训练当实战，只要有坐标，咱们就能干。最新的命令下来了，命令咱们第1梯队的第1营在到达阵地之后啊，短暂休整，然后立刻进入334旅的地下待机库阵地，进入1级战备状况。在任务没有结束之前，暂停一切270旅和334旅之间的任何联系。2个旅的人到了同一个阵地上，所以，在人员编制啊还没有完全梳理好之前，先由我们接管指挥权。这里是目前的阵地分布情况。从这里分布，东侧属于我们，西侧目前还是归334旅。在东侧的阵地，现在由334旅的镇管带协助咱们熟悉装备情况。
喂，我好像看到松鼠了。哎，这会有山羊吗？哎，对，啊，这时候不能犯二啊！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山羊啊？傻了吧？后悔了吧？想想他们大学，鸟语花香的，还鸟语花香呢。我就在想啊，就这地儿，鸟来了，能拉屎吗？一点也不意外。火箭军啊，就应该在这种地方。之前啊，在领事馆看过。报告旅长，政委同志，270旅先期移防部队已经到达，正在组织休整，请指示。明白了，不用休整，立即全员1级战备进入待机库，目标坐标已经发送至各营指挥车了。是。旅长、政委，报告旅长、政委。火箭军总医院心理疾病防控中心主治医师黄文向您报告，受首长委派，我在战备期间借调270旅任心理辅导专员，解决官兵们的心理问题。黄医生，欢迎！你看啊，我们这一路忙得手忙脚乱的，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我把公文带来了。黄医生，是我借调的你，但是现在刚移防，而且全员战备。等我们进入了防区，我肯定会通知你过来。没关系，我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论时间地点。也好。王干事，附近有招待所没有？快带皇军安顿一下。有，就是条件差了点。我不去招待所，我跟你们一样去待机库。开什么玩笑？哪有女兵进待机库的？我去不就有了吗？这样的，黄医生，你看啊，我们千里一防刚刚到这儿，对周边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再说进待机库也需要时间，需要手续。要不这样吧，先到镇管一营，等手续到了再说，好吗？政委说的对，黄医生，阵地上有情况，我需要过去处理一下。抱歉了，王干事，陪同一下。是。走吧，照顾好。是。一句政委说的对就完了。黄俊义，您刚来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待机库的进出，认证不认人，就是旅长、政委没带证件都不行。加密电子卡片出入都有详细记录的。我明白，毕竟是军事禁区嘛。走吧，我去镇管一营。
背包下车。各单位人员下车集合。全体下车，集合。全体队友下车，下车！快点，快点！快点！同志们，旅指1号令即将发送至各战斗单元，各战斗单元务必要严格的执行命令。任务性质和打击目标是最高机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次不是演习。至于是不是战争，要等到我们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一刻再说。同志们，你们要时刻牢记。火箭军是国家大国重器，我们不希望亮出底牌这一刻的来临，但是我们也绝不畏惧，和一切来犯之敌做出最后的拼杀。进步，走！旅长政委同志，与334旅首轮交接完毕，现在东侧待机阵地已交付我旅指挥，请指示发射夜鹰营长齐鹏。工作做得很细嘛，口头嘉奖一次。谢谢旅长。不开玩笑了，现在什么情况？目前设备调试正常，已具备作战能力。您好，你好，您就是黄俊义吧？对。哦，王干事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我是文树，我姓陈。你好，您好，那我先安排您住下吧。那就麻烦你了。没事。慢点啊。王班长，王班长，哎，文树，我刚才跟你说，你都记清楚了吧？记住了，班长。有不明白的，你随时问我。啊，是，好吧？是啊。这是谁啊1级军师长同志，您好。别客气，叫我班长就行。你好。参军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1级军师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叫。班长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慰问演出的。啊？这以往这个文艺轻骑兵来了都不少人啊，这次咋就你一个呢？我说，风水先生，这位不是演出队的同志，人家是军医，黄军医，战备期间借调过来的心理医生。哦，哎呀，这不好意思，搞错了。没事没事。一级战备都去待机库了，新来同志也去了。这家里没什么人了，就俩人在这值守。我回来取点应急物资，马上就得走。我就没事，您忙，您快忙吧。那行，那你陪着黄军医啊。好，我先走了。行，您先忙。走了。慢点，班长。别忘了啊，把鹅给我喂好了。知道了，班长。还有张世斌，都照顾好了。是，明白。走了。慢点，班长。再见啊。您刚才叫他风水先生，他叫王显民，老兵了，爱岗敬业，爱鹅爱狗。那犬叫张世斌。对啊，名字起得严肃些好，这显得我们一视同仁。风水先生说了，只要能为部队做贡献，无论是人是狗，那都是咱们的好同志啊。对。那黄军医，我们就先上车吧。好啊，哎，我来帮你拿，我来，您上车。谢谢。来。
来，都跟上啊！大家看一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图书阅览室。哎，好，大家平时看书啊就在这儿啊。平时咱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可以看一看。看什么呢？哇，都别看。别看了。班长，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是技术营的，负责导弹的检测与维护。这装备到了咱们发射营以后啊，他们会全程跟进，保证万无一失。班长，他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啊？他们穿的是防静电的工作服，这不同的颜色啊，代表着不同的工种。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穿？等你们出师了，遇到任务的时候，自然就会穿了。不过啊，你们就知足吧，咱们现在是移防加战备，要是按照作训规程的话，你们至少要半年以后才能进入待机库。那能进待机库很幸运啊。这个呀，你们自己慢慢体会吧。这是食堂，以后呢，咱们用餐啊就都在这儿了。待机库分为2大区，生活区和战斗区。要是再细划分的话，分为 A、B、C、D 等7个区。跟紧了，别掉队。这儿啊是咱们的技术保障大厅，你们记住了啊，以后如果没有班长带你们来，你们是不可以随便来这儿的啊。哎，班长，啊，我们不是哪儿都能去的。当然不是。嗨，你啊，最多 B 区域，到了 A 区域容易被击毙。行了，都跟上，快点，跟紧了。高科技。走，哎，别掉队了，走。正好，这边看一下。大家看一眼啊，从我脚下往这边的一侧是D区以上的级别，咱们平时呢是不可以来这儿的，大家明白吗？明白，明白。好，这边来。这儿就是咱们的宿舍，行军包放这儿。哎，怎么还收手机呀？哎，休息日也不让用手机吗？哎呀，要啥手机呀？这是待机库啊，这待机库手里肯定没信号。梦梦的意思是，主要不是打手机，他担心的是听不了歌了。对，我就是想听听歌，搞搞创作。那你留下也行，是吧？集合。既然大家来到了这里，就要严格遵守待机库生活作训规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是咱们排上的老兵，大家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向老兵问请教。在训练方面要向老兵学习，明白了吗？是。床头上有你们的名字，对号入座。解散。哎，我名字在哪儿啊？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哎呦，睡你上铺好啊！哎，我在这儿，咱俩一块儿呢。哎呀，报告，班长，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操导弹车？早着呢，你们啊，要先向老兵学习，还要再学习半年的专业知识，考资格证。所以这次你们来待机库主要的任务就一个，学会生活。没了。能在待机库过上好日子啊，难，自己慢慢体会吧。那什么时候可以接触装备呢？哎，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最多到 B 区域，到了 A 区域容易被击毙。哎，那不一定，下镯子不一定。停！营长好。下属，欧阳俊，跟我来一趟。是。报告营长，找我们干嘛？旅长叫。这要把夏昭给击毙了。
报告，发射2营、3营已经离开待机库，进入发射阵地，随时等待火力支援的传输。发射1营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发射。 旅长，人带来了。旅长好，列兵夏卓报道。夏卓又见面了啊！旅长好，列兵欧阳俊报道。欧阳俊，我印象也深。哼，哎，你们不知道啊，夏卓这小子，好多500强企业花上千万想挖他。 欧阳俊也不错，你们2个都不相上下。哎，你说一说，为什么最终选择来火箭军啊？报告，为了自己，为了能与众不同。报告，我想在中国军队的高科技部队这样的地方证明自己的价值。270旅旅长安雷，政委梁可文，到。战局有变，内容涉密。 1小时之内赶到基地作战室开会。是。季宝，到。这儿交给你了，给我盯好了，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明白吗？明白。人在，阵地在。本来想跟你多聊几句的，这样，季宝。 让他们2个留在这儿，等到我回来。虽然不懂业务，但是你万一用得上他这个超级大脑，是。2位，练习作战室。是。旅长啊。 你这照顾好。哎，那儿怎么了？师傅，车怎么了？旅长，我下去看看，帮他一把，要不然这清不开，咱也过不去啊。去吧。是。师傅，哎，车怎么了？哎，没事，出点小毛病，要不要我帮帮你？哎，正好，帮我拿一下这个扳手。好，在这儿。别动。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息声。
是荣耀回归了星辰。